博通即前破歷史頂。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 update 下博通嘅部署。博通6月5號美股盤後公布業績，即前已經創歷史新高。短線受惠以下幾個因素：第一，公司最近開始量產數據中心交換器處理晶片，據報有客戶準備用呢一款晶片連接超過10萬張 GPU， 預計市場需求大。第二，大行即前調升目標價。中金預計博通第二季收入會按年升近2成，並維持跑贏行業評級，將目標價升到去275美元，較6月3號收市價256個8毫半美元，仍然有大概7%水位。第三，市場憧憬中美元首通話，有機會放寬 AI 晶片出口限制，利好成個晶片板塊。有留意我觀察名單都知 ，AVGO 博通係我愛股之一，自己都有持有少量正股。策略上，我會繼續持貨，等季績同以上因素發酵，向上目標先睇270美元。你哋又有冇留意 AVGO 呢？點睇我嘅策略？不妨留言話我知。記得下載 ACAT 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 Kobe 美股財智密碼，同我一齊瘋狂傾投資。